大家好，我係 Herbalife International 健康同保健副總裁 Dr. Luigi Grattan， 好榮幸同埋好興奮可以同大家介紹我哋精彩嘅 Nightworks 配方。呢個 NW 配方或者叫 Nightworks， 我哋有時會用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叫法，我哋改咗個配方。我想拍條短片，用幾分鐘時間同大家講下點解咁嘅重要。配方略有改變，但係效果依然如初，佢依然係最正嘅產品，銷量第一。而且呢款全新嘅配方亦都能夠帶嚟同樣嘅益處。好嘅，我哋先嚟傾下呢個公式嘅目的。配方中含有多種成分，維生素、礦物質、抗氧化劑，所有呢啲好嘢。最重要嘅核心成分完全冇變，就係叫做精氨酸。精氨酸係呢個配方入邊最主要、最關鍵嘅成分。佢係一種氨基酸，其實係 L 精氨酸。你仲會聽到有 L 瓜氨酸同 L 牛磺酸，而呢啲成分嘅分量都係一樣。呢個就好似架車咁，係配方入邊做咗幾乎所有嘅咩主力。因為精氨酸作為一種氨基酸呢，當我哋攝入之後，佢進入體內，實際上有助於促進一氧化氮嘅生成。好嘅，而家你問咩係一氧化氮？呢個係一種人體自然產生嘅氣體，目的係咩？咁你睇下，你嘅心臟每日每秒都係佢泵血出去，當佢泵血嘅時候，佢血就會經過咗血管、動脈同埋小動脈，從頭到腳咁樣運送帶氧血同埋營養去全身，之後就有佢哋會翻去心血管系統。所以你身體入邊成日都係咁樣嘅，呢條超級公路嘅流動呢，真係好神奇。而家當喺液體喺你身體入邊嘅管道流動嘅時候，佢管道可以開大或者收窄。我哋當然係想喺管道開大啲啦，好似高速公路咁，你都係想有多啲行車線，而唔係少啲。你唔會想得翻一條線嘅高速公路，因為咁樣車就過唔到咁多。身體都一樣，你都係想你嘅血管嘅需要嘅時候可以開大啲，佢就可以運送多啲血、多啲營養同埋養分，仲可以將廢物帶走。例如乳酸呢啲新陳代謝產生嘅副產品，特別係做運動嘅時候。所以再講多次，喺血管保持暢通打開係好重要嘅。呢個時候就講到一氧化氮啦。呢種氣體其實你身體自己會產生，你而家聽緊我講嘅都梗係產生緊。一氧化氮其實係喺血管內壁，即係內皮細胞嗰度產生出嚟嘅。佢產生咗之後會反過嚟作用喺血管壁上邊，令到血管擴張開闢。所以你其實一路都係咁樣產生一氧化氮，然後又會消耗咗分解嘅，你既喺度製造佢，又喺度破壞佢。佢就好似喺擴張血管，血管一陣間閉合俾人擴張。咁就係點解你個身體咁聰明，你唔需要思考點樣做呢啲事情，身體自然而然咁就知道點樣擴張同埋收縮血管。好嘅，咁就係一氧化氮嘅作用，呢個係個好消息啦。壞消息係隨住年齡嘅增長，一氧化氮嘅含量會下降，而且最終會越嚟越低。我而家55歲，我而家嘅一氧化氮水平已經喺我25歲嗰陣咁高。咁我應該點做呢？要有均衡飲食，確保我食到身體需要嘅所有重要成分，要有足夠嘅運動。我會盡量每日行路、跑步、去健身室，仲要有充足嘅優質睡眠，咁我先可以恢復身體機能，先至運作得好。咁最後第四樣就係補充劑。我可以用一啲產品嘅補充，好似 Nightworks 或者 NW 配方，等陣我會俾你嘅。因為咧喺補充劑入邊嘅關鍵成分可以自然咁幫助支持一氧化氮，所以就係均衡飲食、運動、好嘅睡眠同埋補充劑，呢啲都係我哋嘅興奮介紹呢個產品 NW 配方或者 Nightworks 嘅原因。無論你點叫佢，佢都包含咗嘅關鍵成分。而家最重要嘅係，我最初開始講解嘅精氨酸，亦即係我要向你哋展示嘅關鍵成分，佢個用量係一樣嘅。即使配方略有變化，精氨酸嘅用量亦都完全相同。呢個有助於一氧化氮氣體嘅產生。好噶，首先呢度係 Nightworks， 佢係由我頭先提到嘅氨基酸 L、精氨酸 L 瓜氨酸同埋 L 牛磺酸組成嘅專有混合物。其中主要嘅關鍵驅動因素係 L 精氨酸，佢係推動生產嘅主要因素。L 瓜氨酸同 L 牛磺酸可以幫助維持一氧化氮氣體嘅存在，因為呢種氣體產生咗之後，身體會自然嘅將佢分解。所以如果我哋可以令佢嘅身體入邊停留耐啲，佢哋就可以繼續令血管保持擴張，呢個係好事嚟嘅。我哋仲加咗葉酸，因為佢可以維持身體健康，而且
我哋都想確保你有抗氧化嘅保護，所以入邊有維他命 C 同維他命 E。所以其實今次打呢個電話主要目的就係想用科學角度同大家講清楚。以我作為家庭醫生同臨床營養專家，我由產品一出就已經開始用。我20年前加入咗 Herbalife，我每日用呢個產品2次，我朝早用1次，夜晚用1次，我都試過新配方，真係好正。我感受到一模一樣嘅好處，我真係感覺到對我嚟講，朝早運動前食咗之後，我會覺得有種能量同埋頭腦好清晰，我會感覺到所謂嘅 pump， 即係肌肉充血嗰種感覺。我覺得自己嘅肌肉好似更加充實，準備好去做運動咁。我知呢個形容有啲籠統，但係就係用咗產品之後，我真係有呢種感覺。我夜晚食嘅時候都會睇得好啲，因為我知道一氧化氮有被支持到。當然成日都覺得身體狀態都好啲。希望你中意呢個新配方，呢個係一款非常之強嘅產品。請理解，我提供嘅所有信息都係從營養學嘅角度出發嘅。從商業角度嚟講，呢款產品嘅每一個國家都係暢銷產品。呢個真係一款爆款產品，佢哋生意上有幾億嘅銷量。好啦，今日就到呢度。我只係想打個招呼，感謝你嘅關注，感謝你為康寶萊所做嘅一切。我係路易吉格拉頓博士，貴公司負責健康同保健嘅副總裁。祝你身體健康，好好照顧自己。我哋好快就會再見。